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云林西里下南仔社区来举办着灰仔的成果的展览，分享着社区的时代所做的灰仔的作品，有这个豆油池啊，有这个碗盘，有各种动物的模型等等。让互大家见识到老大人厉害的手艺，嘛会当感受到老大人伫社区快乐活动的心情。 桌顶拢是这社区老大人的灰仔作品，有豆油池啊、茶瓯啊、碗盘，也有一寡鸟啊、鱼啊模型。这独一无二的作品，互因感觉真有成就感。足水的啊，系啊，这是咱的成果，咱的成就啊。嘛唔知影讲做起来成果会遮好了，安尼做遐无感觉水正好安尼摆出来安尼灰灰色色啊吼，一人一块，逐项都拢看到安尼真舒服安尼吼。西里下南社区自去年底就开始和这阿公阿嬷做各种的灰仔作品，即摆趁几年前过办成果展。因为因规个手拢总撩痕，也毋过透过迄个沧桑之手吼，捏出足舒适、足趣味的作品。其实我是伫因的身躯学到足侪智慧的。 透过这摆作品的展览，唔但见识到每一位老大人厉害手艺，嘛会使感受到因真心介意参加社会活动，过着快乐的生活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